无记得咱一个人有两样的物件，容易几个人？所以迄阵仔都是单传独修，迄阵仔的都是安怎？在第一年青阳期甲红阳期的时阵，都是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哦。会当互你去体会尔，袂当讲代像咱进讲台我传互你，无。为什么是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？咱会看佛陀伊咧传心法，什么款的经验？灵山会上呢，百万天人呢。伊伫遐哪莲花微笑？为什么莲花微笑？为什么伊要莲花微笑？因为伊要找传人，伊要传道，所以伊才带莲花微笑呢。什么人破甲微笑？迦叶尊者，百万天人啊，出一个迦叶尊者呢，啊是。所以东方是要得道，要得修法。就是较简单的。再来，咱讲咱的空无主，咱的空无主，伊本来伊第一个，伊要从道传到啥物啊？伊先来足介伊足介主讲哦，事啊，足介这事啊，主讲。伊心内的希望，讲要从道传互即个人主讲。虽然主讲是甲伊是名为书生，但是伊是精通白仔囝哦。甚至咱空无主咧周游列国的费用，一切拢是主讲一个人咧付出、咧支出。所以呢，咱空无主伊的心内，就是要从道传互主讲。所以有一天，伊就甲主讲：是啊，你认为我学习学到这尔啊济，这尔啊厚，是拢学来的，还是拢用记的？主讲对厝甲伊讲：是啊，敢毋是吗？老师，你学这济，敢毋是拢用记来、用学来的吗？咱主讲，咱方母主甲讲：非啊，有一管子。毋是哦，咱讲有即个毋是哦，我是用一来贯通万事万理哦。伊是啥物？是道。所以讲，伊这就是已经要互主讲即个话白后，但是主讲无用，所以没有下文，所以主讲无生活。到尾啊呢，空无主呢，佮从道传互干货。所以在文语有干货的文字，迄段过程就是咱干性人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干性人活到几岁？对，32岁。哦，短32岁，所以伊啊转去。伊转的时阵呢，哦，空无主好者有够忝的啊。英文伊甲问讲，老师啊，你根本需要好好忝吗？空无主是有苦无当讲呢，因为伊要传心法的人哦，要甲伊心心契合的人无几个呢。伊本来是要从道传互伊，主讲我当契合，所以伊好无容易找一个，心心契合啊，我讲啥你了解哦，会难过。传互你啊，你较30岁，你搁倒转去，所以伊的艰苦无人知呢。所以毋知讲我毋知考到这严重吗？天上有，天上有啊！上帝要甲迄落啊，无伊哪会互伊的迄落传人倒转去？所以伊考有够严重。所以当较难过者转去了后，
我就会了解，我就会了解。所以呢，到尾呢，拄着上界得的一个情主。平平哦，伊嘛是甲情主讲，参考我的一管子啊，同款的一管子。咱情主有哦，有家己哦。肥，伊就去肥尔，有够欢喜，有够惊叹的，是去肥尔，伊生活。今仔日即句话也是主讲，主讲家庭的，主讲去生活啦。所以因为靠主传互情主一句话，伊伫生活，伊是伊是伊的传人，伊的传人。所以那想，所以靠主讲的，伊才讲一句啊嘛。伊讲呢，夫子之恩将可得利，夫子之言行以天德可得利。感叹过一句话呢，讲夫子的文章，咱较认真哦，啊，佫有人去来读，有人去来了解，去甲遐研究，大拢有当去听，大拢有当去听。但是孔夫子的圣理天德，毋是咱普通人去甲了解。所以讲，感觉孔夫子一个倒转去了后，伊的文人修无修3冬。孔夫子转去伊的弟子修3冬，唯有主公修5修6冬，家人一倍，因为伊要报答孔夫子对伊的疼惜，所以咱来想，所以讲过去迄个求道，毋是这尔简单的，有互较简报的即2个例，咱就知影。当初是咧求道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呢，尤其呢，因要求道要修道，因必须要下地一切因缘富贵啊。所以呢，万里求决救世心，坚忍不拔不时间，千取必然心不仙。这段话就是咧形容过去第一期、第二期迄个时代因修道的人所忍受的艰苦。因为迄阵仔道是单传独修，因要修道，因必须要抛弃一切因缘富贵，放下着袂安紧咱的财运珠啊，这种物件，甚至咱要想到3000公元、800公元，阮才会当去道呢。所以讲，因为着要求道，因必须要怎？因必须要千里去访道哦。所以讲，因过去古早的人，就是千里咧访道，因所忍受的艰苦。万里求决救世心，在这个求道的过程中间，因所忍受的痛苦，甚至有当时也是千斤一决的时阵，有当时也嘛拄着性命危险的时阵啊。因为因去深山来去咧修的时阵，有当时也嘛拄着一寡虎啊、狮啊这种的物件，甚至一寡
危险伫咧头前咧等伊，拢有可能的。所以讲诶，就是遮尔艰苦，千金以外中间来咧受道，来咧学道。所以呢，虽然讲因是遮尔痛苦，吼来咧修学道哦，忍受遮种种诶物件来修学道，但是伊坚忍不屈，毋是变。虽然伊做因诶路行到遮尔艰苦，遮尔歹行，但是呢，伊无动摇伊诶心志，照常足坚定伊要来修学道。就是因为有即个坚定诶心志，所以因亲垂必然成佛仙啊。所以咱想，一位圣人诶诞生，一位仙佛诶转诞生，因拢是经过了千锤必炼，就是讲在修学道诶过程中间，因会使讲受尽了一切折磨，啊来成佛道诶哦。那咱在个各位者。咱今仔日在修学道诶过程中间，难免有困境诶时阵，嘛有拄着一寡考题诶时阵，上天是足慈悲呢，随时随地拢互咱一个考题。所以当咱拄着考题、拄着困境诶时阵，心爱感恩，爱感恩。为啥爱感恩？因为上天要造就咱，要互咱亲垂必然，毋才会当成佛仙。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过去诶人已经头前行咧互咱看，咱是做后壁呢。头前安怎经过，咱做后壁就是安怎经过，就是安怎经过。所以圣经伊讲一句话讲。上帝要赐福，伊是要互啥物人？经过痛苦困难的人，咱无共款。上天要互咱会当倒转去有吉利天，倒转去了到生死，唯一的，咱一定爱经过遮物件，经过遮物件，咱才会当成就，才会当成就。所以由此咱会知影讲，过去的圣人先佛，因要求。你来修这道，会使讲因是经过遮尔济痛苦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修道重。那么甲咱种田财，咱种田财袂嫌弃。民主时代，总统有该选无？有去选入去无？咱选的呢，是毋是安尼？民主时代，多共市民伙体，咱每个人拢会使牵车带主，夫妇同心，互助同乐。甚至会遮尔济人来咧修学道，袂讲袂孤单。
性力，测绘语言等一寡。今仔日是咱老母娘特别的主宾呢。为什么老母娘主宾？咱公公是什么时阵甲咱老母娘分开的？咱有印象无？敢知？听着咯，三三坡节，咱拢是在三三坡节甲咱老母娘分开的。当初是咱嘛毋倒来呢，为啥咱毋倒来？咱知影世间艰苦啊，咱莫倒来啊，倒来看世间艰苦，啊，咱死地时阵，咱讲在父母本厝时代，应该是伫即本讲毋对。倒来了后，艰苦我会搁倒转去，大概就安尼。啊，毋过呢，因为世间已经成形啊，无人来治世袂使啊。那么咱老母娘看咱若见倒来，咱就搁撞转去，艰苦就搁撞转去。所以老母娘都为啥想着方法？所以在三三坡前，伊就安尼设一个迄个，互咱大爷，若讲设一个陷阱啦，互咱大爷跳。所以一寡先打先的，甲放转开了后，伊甲咱写的物件，咱收咧走，咱收到了，咱无法度安尼自由来去啊。所以当咱呢咧找遐物件时阵，咱老母娘甲咱讲一句，讲伊揭开咱就来治世。但是咱嘛无爱呢，但是咱老母娘有咱规个条件，咱甲老母娘讲，那呢，阮咧什么时阵才敢搁倒转来？咱老母娘讲好，在3期或者年，伊会大开普渡，拢要互咱倒转去。所以咱即就是咱老母娘实现伊对咱遮原来有主的诺言，伊要互咱倒转去，就是即个时阵。所以讲，即个时阵，咱上天老母娘特别的主宾，道大开普渡，每个人拢会当来修学道，每个人啊只要求着道，就会当可以达到超生了事了脱生死。所以讲呢，大道亲自送文凭啊，咱即毋免搁想过去的人去访道呢，毋免。真呢，因保出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啊，某物人啊来拜拜好毋好？是毋是安尼？互我嘛是安尼呢。互我伫咧做工袂嘛是，互我因保出来坐到互我边讲，哎，嫂囡仔来拜拜哦，拜拜对迄个时段做好无？我一句话来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在座不水见面，拢是即个情形，拢是因保出来到咱的面头前，来到咱的厝，甲咱叫咱去来求道的呢。所以就是大道亲自送文凭哦，这个叫做啥物？道找人呢，是毋是安尼？道咧找有钱人啊。过去第一片青阳旗、红阳旗的时阵是人找道呢，差足济，我差足济，这就是想的无共啊。所以讲的就是想的无共，所以咱进道亲自送来到咱的门口，亲自送来到咱兜。咱今仔日要来遮开班，嘛是车来到咱兜甲咱载，是毋是安尼？互咱足方便。为啥安尼？因为道大开普渡，因为咱老母娘叫咱倒转去。所以呢，咱要记得必修归信德。既然得着后，一定爱修，一定爱修，毋通等。等哦，毋通等讲啊，我无闲啦，安怎哦？等我囡仔诚好啦，安怎？毋通等。人生无常啊，
上，41岁尔呢。你下班搁甲我想先生讲啊，你著讲快点下班啊，一定。所以咱既然得着道，一定爱修，为啥爱修？人生无常，咱无有第二个好运，无第二个好运。就亲像我进前的，带咱一寡新道进来去义和社圣堂参加仙果献身班。那互我一印象最深就是咱老师啊，拢有用比例的人比例一个来讲。船开不等后来客，这只船啊开去呢，你尾仔倒来，你无法度人上一台船，就亲像咱进三期目检验倒大开坡道的时阵，咱若无要好爱把握来互失去的话，恐惊以后无机会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好啊珍惜，一定爱修，一定爱修。所以讲呢，这就是。修
收15岁，收15岁还会当得道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若来了伤早，咱爱收，无法度得道呢。所以讲咱来了拄拄啊好，卡拄啊好，哦，就是因为拄啊好，所以咱来好好来珍惜，爱了解一下。这个时阵唔收，要等什么时阵？大家好啊想法嘛，好啊想法。所以讲咧，咱收下刀就是一个时运的，哦，会得宝贵，哦，时运的宝贵。咱搁再来呢。收道的宝贵，相信咱做一个人，会感觉讲收道哪有啥物宝贵？道来到遮，根本的无形无象，咱无当看。那么在收道到第2班有啥物款宝贵？虽然道是无形无象，咱看袂着、摸袂着，意思讲咱今仔日有咧一班哦，有先锋伫遮护我，但是咱无法度看。但是咱会用啊，咱生活的过程中，大概了解道就这宝贵，咱修道就是这样事情。好好来讲一个实例，来讲一个实例啦。因为学校呢，拢常常足爱教负责人出报，然后足爱过路啦，只要负责人讲啊，锁定来，好好对厝安尼啊。所以在学校，咱有印象在88年这过程，咱即摆有开始请人民单位的来咧开设入班的时阵。那迄个时阵呢，咱国内开完，啊去国外1个月，到尾啊就是泰国最后一站。那学校是对到泰国拄啊担任一个班，一个课程，做泰国做最后一班1个月。那因为拄啊来到马来，所以哦，这个事例拄啊发生伫咧马来。马来西亚有一个李彩妹，一个李彩妹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坤道，伊有一个后生，伊一个大仔后生，伊2个后生啊。那伊大仔后生呢是属于汉老精人迄边，汉老精人的人才，包括伊身躯。所以，因为汉老精人迄边，因后生对道嘛了解哦，所以伊逐摆呐，伊伫新加坡，因大仔后生是新加坡啊，伊新加坡伫迄种汉老精人迄边在咧读，所以伊也见到转来马来，就甲妈妈讲，妈妈有道真好呢，讲道偌好，道安尼甲讲起来爱修道爱啥爱求道，所以讲哦，迄个时阵，李彩妹叫爷嫂过来求道。但是伊求着道了后，伊对道嘛无足了解，也无认识，伊无来咧听道理，所以伊对道无了解，只有求道尔。但是伊是伊的大仔后生人，每一摆倒去马来，倒去厝，就来讲妈妈，道足好哦，你爱亲口哦，安尼甲鼓励到尾啊，这李彩妹在无明理的情形之下，伊来亲口，那么伊亲口了后，伊就时间咧过，一段时间，因个大汉后生，因为学校有甲咱报告，在修学的课程中间有一寡困难，一寡困境，一寡考验，有当时啊中秋会考中秋啊，但是咱若拄着的时阵，拄着讲中秋咧考中秋的中间，咱来转一个念。功夫，因为伊咧做钱啦，互咱有提升的机会，伊毋只会来考咱，伊若是知影，伊袂来考咱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咱若拄着讲哦，中秋咧考中秋的时阵，咱的功夫心爱搁愈坚。但是伊这大汉后生呢，煞去互伊的道心甲考倒，搁加上了伊的经济观念无好，种种一寡问题，所以互伊这大汉后生嘛退倒。离开道中了后，像伫新加坡迄个是马来，
pub、酒吧，专门了有食酒的所在。所以讲有一天伊呢，伊嘛是开始哦，伊嘛是食酒哦，食到规身躯拢醉了对了，啊，佫开车要倒转来厝。那么因为伊要倒转来过程中间呢，在走高速路吼，迄种公路，啊伊啉酒醉，所以讲伊出车了，出车了。那拄仔伊出大机的迄种铁条吼，拄仔迄头前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拄插，拄仔好，拄仔插着伊的头前，更难后壁出去，足严重。所以伊往无人甲带去病院咧急诊，在即一天，拄仔咱妈来正坛主遐陪连班，拄仔3个起来咧陪连班。所以讲呢，伊因即个急诊室的人呢，第二个人就敲电话，来找啊到正坛主兜的电话，然后找李彩妹来听电话。李彩妹听着讲伊的后生车祸即件代时阵，伊好有教伊，就哭，毋知要安怎创。啊，所以咱了解伊，毋知伊是咧哭安怎。哦，哎呀，等伊哭落了后，啊，彻去了后，伊就马上叫天讲互伊听。迄阵仔伫咧扫，就讲你毋免烦恼，后使即个你留留遐济，你留因为迄一班啊，伊甲讲你留遐济，邱老师自卑，邱老师自卑啦，哦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伊安尼听介绍，安尼道亲的话，后使即个换少上较济，但是是坐袂落啦，因为伊的后生足危险。啊，所以咱老师一个，伊搁将这物件吼，因为咱有报告互付钱人知嘛，所以付钱人嘛知迄个情形。所以咱老师一个落来了吼，哦，足奇怪，伊落来爸拢毋对，就是叫李彩妹，就叫李彩妹起来哦。伊甲问讲，啊，你有代志要甲我讲无？你有事情要告诉我吗？哦，李彩妹徛起煞，毋知要讲啥呢，把说就是面啊就好。经过咱负责人的助理、内政部，比互咱老师将这情形讲互听。咱老师听着了后，就甲李彩妹讲恁后生的情形我毋知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等下随去病院看卖，看伊的情是安怎，看有严重无安尼啦。所以讲呢，讲完了后，啊，毋过咱老师要讲这话了后，伊甲李彩妹讲，你爱法官，叫伊爱法官哦，叫迄大人。哦，甚至一班，迄一班的人，哦，拢法官老大人，大家拢替李彩妹来法官大人哦，哦，大人了后，老师搁一个标名，色魔塔，哦，叫伊色有大啊，那拢讲好啊，因为拢讲好，李彩妹拢讲好，逐项讲好，逐项讲好就对啦，哦，所以咱老师退掉。所以迄天哦，咱老师哦，足早就退掉。迄阵仔伊退工哦，偌久呢？有够暗的，迄个佫毋退掉。迄阵仔伊妈来哦，足早就退掉。哦，所以退掉了后，讲咱老师直接，然后去病院。佫再来即一段，就是因为伊的大汉后生在咧检验所讲的话。哦，因后生在咧检验，讲老师去病院甲看，去甲看第个情形。哦，看第个情形，哦，咱老师甲讲我两条路互你行，哦，你是要活也要死，哦，因迄大后生甲问讲是安怎叫做要活甲要死？伊讲第一条互你活，但是因为安怎，伊的铁条是安头前转安后壁过来，所以伊是伤着龙骨咯。哦，你若要活会使，但是呢，你著爱住倒转门床顶袂当顶啦。但是你意识是真清醒的哦，只是袂当叮当，食穿衫，逐项拢爱别人甲你教对啦。啊，第二条就是讲马上倒转去，马上死。那么伊这大汉后生就安尼想，就讲我若要互到遮呢，人讲拢无人去，然后讲啊，要讲大西大路，然后不如我要死，所以伊就甲咱老师讲，啊，我要死。所以假到迄暝的11点外。因大汉后生嘛倒转去，哦，所以因后生转去了后，李彩妹伊嘛无适当呢，伊无适当，伊就是讲伊后生已经死啊，哦，所以伊无适当，无
无适当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时间一个经过，等到有一天，因的大汉后生就来烦恼前人遐结业，是讲咱想讲父亲的迄个天才来心性。那么因为因大汉后生是超死的，上田五族，所以迄天才囡仔一个落来了后，就随贵会、吐会。所以伊落来了，伊知影迄个李彩妹因新妇就带李彩妹去啊，是啊，所以讲这天才囡仔落来，这囡仔因后生落来了后，就甲妈妈跪，有啥会跪？因为伊甲伊妈妈讲，妈妈你要变色不断，你要变色不断，因为我今年19层的地价后边地价，为啥伊伫遐伫飞刀清口了后搁化解？所以伊正是19层的后边地方，伊足艰苦的。希望伊的妈妈色不断，色一个不断，互伊会当离开后边地价，搁转去天福地。所以邀请妈妈，毋过因妈妈虽然有经过因后生来甲伊讲，但是伊嘛无做，伊嘛无做哦。等到有一天，因佘佫一个小后生，这个小后生换真努力不断咧行打，咧收咧做，所以一个小后生又梦去一个梦，即一个梦的梦境，甲因哥哥咧出车祸的梦境拢相像。因哥哥咧出车祸进前，伊就梦一个梦梦了后，因哥哥死，到了即一天，伊佫共梦共款的梦，所以因这后生就开始烦恼，小后生就开始烦恼讲，害啊，一定有代志。梦头一摆梦，然后因哥哥死，第二摆这个梦到底是啥代志，伊会惊，所以就情形讲互李彩妹听，讲互李彩妹听。李彩妹知影讲代志已经足严重啊，所以我随敲电倒转来新加坡互张连传师。那张连传师因为你到拄好要倒转来咱台湾过年啊，机票拢订好，拄仔嘛准备要通出门，要坐飞机。那咱张连传师甲伊讲无要紧，我过年过我过来是来安顿。所以呢，我过年过我开始甲安顿，设不断，所以讲伊我设不断。不断熟了后，迄个韩老师就决定下日，搁来迄个结缘啊，搁来结缘哦。那李彩妹甲伊个新妇嘛拢有去，到有去的时阵呢，因后生嘛是搁落来，因后生落来了，看着妈妈，啊在咧哭啊，足可怜的，甲妈妈跪，讲感谢妈妈，互伊甲伊幸福大，互伊当离开遐，倒去进基地天福地咧修。感谢妈妈，因为伊色有断，所以伊离开后边地啦，去到了天福地咧修哦。也感谢甲因太太，感谢因太太这段时间忍受伊的无理的处难，还是实在的情形哦。修道有宝贵无？足宝贵。所以道虽然是无形无相。但是，若互咱会体会着时阵，咱走那步开始是真正有影是安尼。那互我呢，就伊互我一个实例，伊互我的实例。互我有一个囡仔，大汉的，今年22岁。伊伫个5岁的时阵发生一项代志，因为伊5岁的时阵转去阮大家的厝咧佚佗，那因为互校咧做工课，所以囡仔大家带转去，互校毋知讲即个囡仔到底伫大家的厝发生啥物代志，互校毋知影。所以伊带转了到迄暝，许先生去带囡仔转来。带囡仔转来了后，拢一切拢无啥物问题哦。囡仔嘛足正常食饭，啥足正常。困到半暝的时阵，伊起来就甲许先生讲：爸爸，我头壳足痛的。我伊头壳足痛。那许先生来讲，因为已经困到12点外嘛，就想讲是毋是囡仔互白骨咧闹，所以许先生就甲咱的囡仔讲：芒草，
袂出啦，啊硬爱出迄个声调。学校呢伊来平台，我入去看迄个囡仔，我看到学校的囡仔咧哀，啊是吼，咱像咧救囡仔硬哀，啊是因吼，囡仔痛苦迄个边啊硬哀出个声。我直觉想到讲，这囡仔有问题，我就感觉这囡仔有问题，所以我就直接敲电话，互我查某囝，互我查某囝讲爸麻烦你去叫许先生回来，叫破钱转来，迄个囡仔吼无啥对待，所以许先生听着了后就随便转，变成互我呢带这个囡仔去家里一个点睛图诊所，就是咱遐一个大医院杨大主的囡仔煮的诊所，入去了后，迄杨医生甲互我讲，恁这囡仔我无法度去，甲我讲一句安尼，互我知影讲，代志做严重。来到病院，医生甲互我讲囡仔伊无法度去，互我就知影讲，心就已经定了，就开始要艰苦。迄工我放假后，我放家己，所以讲迄杨医生甲互我讲，你带去台南，迄阵仔一间中心小儿，中心小儿病院，所以互我伫成功路遐个看，所以互我迄阵仔呢，我请迄个请载去，请去，伊阵阵骑机车嘛，那互我骑机迄个车车去，红家里到台南，因为风雨足透。所以开了真点钟的车，开真点钟的车，互我看到我迄个囡仔，咱遐10分钟就用机的来救天，来5分钟来救天一解，慢慢面渐渐发好。那互我感觉讲看到囡仔安尼，互我就好，这样互我就好，互我嘛拜托司机讲，拜托开较紧的，我的囡仔一定袂使，对吗？囡仔互哩互我的。咱讲怀中，互我知影讲，所以讲有当时互我想想讲，今仔日咱做事实的人，若无有好手段，足无应该。手好害哩，才会知影地府的事。所以对是家己顾好。所以互我真体会到这一点。囡仔陪平静，看囡仔伫遐咧生死伫遐挣扎，看囡仔伫遐啼，看囡仔面慢慢反乌去。学校无法度去做啥，所以学校就是唯一的，就是求咱老师，求老师指挥，求规纸，求去到台南，求去到台南中心开始急救，急救你急救的过程中，咱互我看到囡仔屎会放啊一死地，我感觉讲已经有够艰苦了，所以互我迄阵仔袂晓求老师。互我袂晓求，换到求啥物人？孝老母女。互我迄阵孝老母女，规个开始孝老母女，叫老母女来救我，来救即个囡仔。咱就去叫他的成10分，囡仔慢慢都恢复倒转来，都慢慢恢复倒转来。所以互我的囡仔伫中心住3工，即3工囡仔呢，有当时啊好，有当时啊歹，有当时啊袂。有当时啊，佫会起来叫妈妈安尼遐讲话，所以这3工会使讲袂安尼过。那互我厝里的妈妈，厝里的妈妈，就甲互我讲一句讲，所以嘛着爱人，嘛着爱神呢，若无安尼啦，咱先甲转来大间病院，所以互我迄阵仔从囡仔转去逢甲病院，就是真个第2病院，迄阵仔是做逢甲病院。入去了后开始做脑波断层。脑波断层，这头壳就安照开了后，咱知影讲伊的原因是对。因为互咱的囡仔转去，讲转着头来，你佚佗转着头，咱拢无人去知影。所以转着头了后，伊变哪？脑积水，咱才有一个脑中线、脑中线歪曲跟脑积水，所以加上遮个物件，我无困的。所以病情一个寄着了后，这囡仔完全困的，完全拢毋知啦。我送去教育病房，加油病房住8日，住8天。这8天才是度日如年啊！度日如年。要看一个囡仔，毋是较简单的，毋是讲我要看就当就来看无。迄阵仔1天我看2天。
交互病房的门口，换久遐，目屎擦擦呢。所以我感觉讲，kendall 真正咱对爸爸，咱真正会感觉，毋是kendall拢做，咱互咱感觉做歹，伊换柔软的一面。所以我看着爸爸安尼哭，我感觉讲心足痛。所以阮就是安尼，囡仔带8天的交互。8天的交互，即8天，咱厝的妈妈讲，做顶定咱来问啊。那伊是咱会去问话，互我换下，互我有去问5人孙的心情，问到太子宫的妈祖婆，搁问去到台北的主位堂，拢甲我讲共款一句话。伊讲啊讲，即个囡仔教恁翁仔某结5天的言，人时间到啊呢，想要甲你带回去啊。讲即个囡仔是上管大地边仔的董主落来，甲恁结5天的。咱做以前会甲想，共款拢无啦，阵的新闻拢讲共款的话，真实实在是生不如死，5天的尔。所以到尾啊呢，到主位堂来包哦，走到桃园呢，桃园的主位堂呢，去了后，啊看着迄机嘛，迄机就是师姐啊，做查某的当机师姐，伊一个落来哦，看着互我的信女啊，你够戆呢，我是拢就安定点样甲讲尔就对啦，爱落来就看着我信女啊，你实够戆呢，我想嘛是讲奇怪，我哪会戆？我按这咱装骹搭你来到了桃园，会较戆的。伊讲你足戆的，你排的时拢比我较大，你搁来咧比我，一句话。甲我讲者，搁倒转来，即一句话尔呢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来爬的时阵，小小一句话提互咱感觉。所以因为迄一句话，所以我倒转来，求3天的主日头。3天的做记号，前年问的补的考生帮忙，3天的做记号，求来了后，3天无合无求啥物，互我家老伙讲，囡仔既然到无合5天的日，那安尼就好转去，莫搁带遮折磨，因互我看伊伫交互病房上够可怜，也无食药啊，也无食水，也无注射。为啥讲无遮个物件？互我问医生呢？医生讲因为伊脑积水啊，袂使注射，袂使食药，袂使食水，完全拢袂当。啊，所以阮一个囡仔我定定大个尔，拢无做啥物快乐。若危险的时阵，伊家己去病房里面。所以我看囡仔实足可怜，所以互我家老伙讲较无可能，互转去。所以3天的做记号，互我讲，若无。
足，伊甲互我讲安尼，但是互我无放弃，所以互我要出名的时阵，迄主任医生甲我讲，啊你是基情呢？伊甲讲，恁这基情呢？这囡仔我无看好，要紧的恁真正会当出院。互我甲对小医生讲，阮是一贯的，阮是一贯的，我有拜，我有精神骨。 家境，咱的囡仔，教这样的囡仔，嘛无白醒呢，嘛无白醒呢。读高中的时阵，咱拢有奖学金呢。所以讲，咱囡仔安尼倒转来了后，伊互我是讲，来感谢迄个朱运动的，迄个来机啊，所以互我就做开车载囡仔去甲感谢。那迄朱运动的机呢，较趣味，伊就来甲我讲，甲互我甲咱互我徐先生讲。 恁两个阿某吼，要为即个囡仔吼，为袂了啦。我讲为袂了要安怎？伊讲较紧的，恁家己去设佛堂，设佛坛，用恁所拜的神来甲伊斗敬即个囡仔。所以互我迄个佛坛，就是爱互迄个囡仔5岁的时阵设。互我的佛坛是即个囡仔5岁的时阵设。所以佛坛设的时阵，搁较恶名。 互我囡仔足爱食烟切，因为互我是素食的，先生也素食，所以互我的厝无咧煮车。但是互我伊这囡仔转去咱西港，互我的厝是西港，转去西港哦，妈妈的厝，伊就安尼，若迄桌仔顶有迄烟切，互伊做食烟切，伊安摕，互我若无法度紧买，啊炒的，啊就出外口食食。伊每一摆就是讲安尼，啊拢我掠伊掠袂了。 够厉害个对，但是佛坛设了后，因为有即种比度哦，有种比度哦，但是到迄暝，伊家己讲做，互我也毋知影。哦，伊家己因阿叔讲，甲咱的妇女人讲，伊讲阿静，我今仔日偷食烟钱呢，啊，我奇怪哦，迄佛祖吼拢来甲我拍呢，拢佛祖来甲伊拍呢，从迄个开始，拢毋敢食车，开始咧。 这较实的咯，一个囡仔5岁囡仔甲咱的妇女仔讲的，甚至互我佛坛设落了后，完全上下咧拢伊会当做上下做下咧，互我无落教。伊看我是佛祖来教教，但是佛祖来教，所以互我佛坛设拢完全拢是家己一个处理。若毋是伊做上，就是先生做上，伊做下，拢是安尼做来。所以注意真个，注意真个。 咱修道，道是无名无相，咱无当换物件，但是道的宝贵，就是咱在修学的过程中间，咱互咱去感受，互咱去感受。所以咱老师伊讲一句话讲。 现在有偌济